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会当厝亲人家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。诗篇100篇第40讲，要用恩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乐入伊的衣，要感谢伊，就俄乐伊的名，这是咱大声来唱歌。 113篇第3节说：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是的，从早晨到夜晚，我渴望聆听你的声音，我要更多的来与你亲近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爱你，你的爱永不止息。” 我睁开眼睛，渴望聆听你声音，心中寻想你的好，更多。
黑夜，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。从早晨到夜晚，我要歌颂你美名。从早晨到夜晚，我要紧紧跟随你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，亲爱主，我要唱颂你美名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。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。从早晨，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，亲爱主，我要唱颂你美名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。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。再一次从早晨，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，亲爱主，我要唱颂你美名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。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高举你的名，求圣神降临。这是一个乌老的殿，我们用乌老来充满这个圣殿，我们乌里愿圣殿充满乌老。圣殿充满乌老，我心中莫名安。一路当远的，经历了一束曙光。我要
互咱用全心全意来敬拜主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神降临，充满阮的心，充满这个所在。愿愿望搁较深来敬拜你，愿望搁较深来亲近你。圣神降临，充满阮。你是全能的主，你是平安喜乐的主。我们感谢你的保守与带领，让我们惊艳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愿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，成为馨香的祭，蒙你悦纳。求你赐福，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，一起为主的国度来努力。也求你祝福今天的礼拜，让每个人能够得到丰富的恩典。这样祷告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大家来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58首，天下万国，正人就听，请起立。